首先，我哋一齊了解下吸塵機嘅運作原理。空氣由吸入口進入，經過塵箱內嘅過濾器淨化過濾，濾走雜質之後，再由摩打側邊嘅排氣口排出。一旦過濾器出現堵塞，就會導致排氣不順暢，直接削弱機器嘅抽吸能力。呢就係一般吸塵機越用吸力越弱嘅主要原因。徐老師，市面上乾濕兩用吸塵機選擇眾多，為何一定要揀 Karcher？Karcher 首部商用乾濕兩用吸塵機，早喺1980年正式推出，經歷40-50年不斷研發改良，持續優化過濾系統與效能，過濾表現遠超同級對手，時刻守護用家呼吸健康。要吸力持久定，更要營運不中斷，呼吸自在，先係真正自在。Karcher Tech 工業清潔嘅呼吸革命，